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咱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俄罗伊对地上称赞上主，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贵族甲统治者、老人甲囡仔，咱拢着称赞上主，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伊的荣光搬过天甲地。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主耶稣。圣诗125首，请起立吟全首。美妙主耶稣，万有的关顾，你本是神家。徛地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阮伫天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赏赐阮气息，互阮每一天会当来享受你所创造的这大自然。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保护洗清阮一切罪，互阮会当过一摆过甲上帝过好，来成做伊的囝儿。圣神，阮感谢你，因为你踮伫阮的心中，引带阮每一天的脚步，也替阮用讲袂出的叹息来上帝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即礼拜，阮有拄着真大的雨来润得即个大地，也有好的天气，好的日头，互阮的心情开阔。阮伫即礼拜有拄着悲伤大意，也是和亲人亲人的离世，但是你也互阮有永生的愿望，互阮知影，阮伫天顶有一天，阮会阁相见。伫即礼拜，阮可能伫生活中间，阮有拄着受气，还是愤怒，但是你也赏赐阮会当阁一摆伫你的内面来得到快乐，重新跑走头前的路。阮今仔日阁一摆欢喜来到主你的面前，要用诗歌，用听牧师的讲道，用阮的全心全灵要来敬拜你，学罗你，愿阮的敬拜得到主你的感纳，求主你保守阮以下敬拜的时间。阮安尼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求主你面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
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1篇，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启应文第61篇。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正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正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拜。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即时请太鼓团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一切称颂阿乐。
愿美好的音乐、鼓声，得到上帝的感纳。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下卷第7章1节到17节。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1节，王住伫王宫，上主予伊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王对先知拿单讲：你看，我住伫白香茶的宫殿，毋久上帝约柜踮伫布边。拿单对王讲：你想要安怎，就通去做，因为上主甲你同在。迄暝，上主的话临到拿单讲：你去甲我的仆人大卫讲，上主安尼讲：你真正要去圣殿，互我住是无？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我毋捌住伫殿内，拢一直住伫布边，还是会幕，甲因做伙行煞。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减捌对倒一个以色列支族的领袖，就是牧养我的子民的讲：恁若无甲我去白香茶的殿，但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卫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对牧场拣调你，互你无过饲羊，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无论去叨位，我会甲你同在，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甲因安顿，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无阁受搅扰，无阁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受凶恶的人欺压。我要互你脱离一切对敌，得到太平。我阁宣布，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到你的岁寿满。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我要选立你的后代，你的亲生囝来续接你，阁互伊的国稳固。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伊若犯罪，我要用人的拐，世间人的鞭，折毒伊。毋过，我的挚爱袂离开伊，袂亲像我互挚爱离开我所去杀的所罗。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那咱就照上帝启示的话，拢甲大卫讲。以上，请分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应允的约。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感谢主上帝听阮，互阮知影，阮伫无法度决定阮人生的命运的时，你已经为着阮来备办一条出路，也透过即个应允的约，互阮这个外邦人伫耶稣基督内面有份。愿主来祝福，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互真理成做阮的毋望。互阮知，阮原来是有毋望的人。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毋知咱有捌甲人签过约无？签约，可能契约厝的吼，租厝，也是讲买卖即个厝吼，也是你咧做生意，你有甲你的生意的同伴吼。生意的伙伴签约，伫这签约中间，你是毋是有注意讲有利益我的，还是讲对一条有损害我的利益无？所以你爱斟酌爱注意迄签约，因为你也像讲看银行吼，叫你办一个啥吼，落长啦，迄约内底吼，拢足细字啦，到尾讲你有同意无？你有同意，同意就交起来安尼吼。结果真正搞起来，安尼就所以有当时咱无斟酌看吼。最近咱知影台湾甲美国有签啥物款的约无？对于旧年吼，大概6月初1
台湾甲美国有开始伫21世纪的贸易的倡议哦。这个其实是对1979年来哦，开始伫迄中间的谈判吼，在谈判所以伫这个贸易的议题内底要签这个议题的时阵，都要经过真侪的这个谈判讨论安尼好唔好？通维护双方的利益吼有利益伫咱无，若是有损害咱的利益，损害我们利益咱无可能伫遮来接受嘛吼。亲像较早吼，咱若去互拍输吼，互拍败对无？马关条约，还是啥物条约，还是迄个迄个条约内底拢是损害咱的嘛。所以伫这贸易中间，咱就要好好看。经过有谈判，伫8月初7，今年的8月初7，8月7号吼，美国甲台湾的这个21世纪贸易的倡议第一批的这个协定已经出来嘛，迄个拜登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拜登安怎伊有签署特别伫这个美东的时间8月初7伫遮来签这约。这约大概是包括就种咱的关税的问题啦，佫有一寡遮个好的制度服务，也是讲反这个贪污等等。咱会想讲甲我有啥物地带？跟我有何关联其实你若讲这生意人若照规矩来做对无？伊会卖你较贵袂？伊就卖你较贵嘛。所以照起工来，就卖伫迄中间有贪污贪污交结就会将计销提悬受害是啥物人？咱这些消费者所以伫这中间呢，煞接也佫有包括劳动比如咱去美国，也是讲伫即个劳动者的中间，环境农业即马有数位就是讲即个科技的进步、电脑数位的贸易等等遮标准等等遮会继续伫遮来谈论。所以这对咱甲美国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成就一个。谈判的协议今仔咱要来看讲，对大笔上帝透过今仔日的圣经签一个真要紧的立约就是大卫之约。大笔上帝甲伊签一个约束，就是讲我要应允你，我要应许你，你甲你会行行顺顺，一直到永远。这个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你即摆咱想看，甲你有关系无？有无？甲你的边仔讲有呢？为什么有？大笔的互的内底有讲一个叫耶稣啦。耶稣透过即个应允的约，要束缚互咱。所以今仔日咱坐伫遮，拄仔拍过的遮社区的朋友，遮社区的朋友。顶下伫迄边33号拍鼓的时，牧师嘛有带因伫遮来了解一寡遮的恁拄有看因最后比啥无？比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甲咱有分无？甲咱有关系无？有啊！所以透过这十字架应允的约，耶稣为着咱来付上代价牵到啥物人？牵到大笔啦！若佫牵起咧，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耶稣基督所以伫遮一代一代安尼落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大笔受称作合神心意的人，合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伫遮虽然伊的性命无完全，大细细挑战，然后呢，咱有看到伊。所做的并毋是真完全，所以伫遮咱看上帝有缘怜悯伊，甲伊三个同在。伊伫软弱的时阵，伊伫真兴通的时阵，伊互上帝成做伊生命的第一位，所以帮助伊会通伫即中间来设立真要紧的就是头一个，互人抢去的约柜代表上帝同在，这个约柜是象征上帝同在
但是去互啥物人抢去？非利士人抢偌久啊？40多年，超过40年哦。伊伫遮甲退转来，然后咧，来儿子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因为伊后来定都在耶路撒冷，哦，伊首都就定伫即个耶路撒冷，所以伊对非利士人的手中，伊甲抢转来，然后咧将即个约柜甲放伫啥耶路撒冷，但是伊讲吼，我家己住遐好，上帝啊，我要为着你啥来起圣殿？上帝讲啥？上帝还未讲，拿单哦，好哦，好哦，吼，这先知哦，先知哦，大主大意，这项无经过上帝哦。上帝就随甲讲啊，你知无？我无要互起啦，我要互伊后代起哦。所以伫遮随时拿单就安怎？哇，先知就歹势啦吼。上帝讲无爱互你起吼，不要让你建造圣殿。所以伫这中间，咱看，伊虽然有做事甲合上帝心意，但是嘛有得罪上帝，上帝无用阮伊做的，总是上帝嘛听伊的祈祷。所以后来咱看伊讲，伊伫遮就抢回即个约柜，然后咧，伊伫迄中间来统合着12支派，所以伊将即个以色列王国伫遮来做一个合一咯。所以伫遮统一即个以色列大细细了后，咱看伊讲伊伫信仰的顶面，伊就设立祭司的制度，所以祭司甲利未人伫遮来服侍。所以约柜凊彩人会使摸袂？恁若有看咱最近的橄榄枝声，听橄榄枝声对无？即个大兵吼，伊袂记讲迄个制度，上帝约柜会使用马车用即个车精使拖的车来载袂？袂使啊！爱啥物人讲？祭司啦。所以无张持吼，迄个约柜特别加落落的时阵吼，乌撒安怎好心去个摸者。上帝安怎无容允？所以咱这过程，伊开始伫遐来悔改，所以后来大彼得照这个制度，请祭司伫遮来讲，然后甲儿子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所以伊伫这个设立制度有啥物关系？就是要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牧师透过带领礼拜，透过传讲上帝话，要互人甲上帝安怎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今仔日恁来做礼拜，听上帝话，透过牧师的传讲、解经，透过上帝的仆人来传讲他的信息，分享他的话语和神的心意，所以让你明白。所以永文我有当时也参在，因为我们的金宏兄他的家族有的是听不懂台语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要恢复人甲上帝关系，迄个制度真要紧。这个制度要建立有合上帝心意，也是你大主大意。大笔就是安尼，大主大意，用迄个车伫遮来载，所以精神若着惊着安怎？迄约柜就会袂稳啊。虽然迄是一个象征，但是是较要紧的意义，就是讲你有照上帝心意来做，也是你大主大意。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要来想，要来认捌。这位应允我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我会通成做啥物款的人？我是局外人，我是无份伫这个应允的哦。也是我是迄个继承者。拄啊，咱有启应以弗所人书第2章对无？其实内底就讲着，我毋知你有真注意无吼。所以咱若是局外人，咱若是无份的人哦，因为台语无翻这个局外人哦。伊讲无份伫即个应允啦。
所以伫无分的英文，啥物人无分？咱来讲看嘛，啥物人无分伫即个英文的约？啥物人？就是这英文的约头一个，你也看上帝要甲大笔立约，头一个讲，互伊的国境安怎太平啊，有平安啊，无受搅扰啦。啥物人伫基督的内面无分啊？咱做来读来，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就大声讲，愿恁即家平安。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若无，因迄个平安会倒转来归恁。所以你若传福音，互人拒绝，你毋免安怎丧志，毋免灰心，因为迄个平安、迄个祝福会临到啥？如果对方若拒绝，加谁？甲你边仔讲，互你啦。啊，你是毋是有去传啊？你若无传，就毋是你的哦。啊，你若去传，讲愿你平安，上帝福气要互你。啊，伊讲无爱，我著信妈祖婆信遐久啊吼，啊要叫我改信啊，无啥可能安尼吼。啊，迄个安怎？迄个福气着归伫啥？归你。啊，你的心就袂白白，你知？你的心就袂安尼讲啊，我安尼传一个传两个拢去用拒绝安尼吼。所以这个平安是互遐个愿意接受的人。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基督的救赎内底，就无关系啦。无分无关系哦，所以头一个就是安怎？因为拒绝啊，你无爱啊，你继续要用祭牲来代替啊，祭牲来讲话讲我无爱啦，迄是恁甲强迫的对无？啊，佮喙甲踢一粒柑啊对无？啊，若我爱讲话，我就讲无爱啦。但是耶稣讲我愿意，所以伫十字架顶讲成了，照上帝的心意嘛，对无？哦，所以耶稣无互踢柑啊啦，耶稣哦，我愿意啊，我愿意为着恁来牺牲。所以伫基督耶稣的救赎无分的、无关联的是安怎？你拒绝啊，你无愿意伫这中间为着你所做伫遮来悔改、来改变啊。你要大主大意照你家的方向、你家己的想法去做啊。啊，你无相信讲啊，这个应允对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雅各，一直到大卫，啊，大卫佫来咧，甲我有啥物关系？迄是外国人的啊，迄是洋教啊，迄是美国人、欧洲的啊。甲你的边仔讲哦，其实迄个福音是对亚洲出来，好毋好？从亚洲啊，以色列在哪里？在亚洲呢，伫欧亚非十字路口啊。所以耶稣应该伊的配甲咱差不多，你知无？哦，所以咱慢慢咱讲，迄毋是洋教呢，迄是今仔要透过你我差不多皮肤色的，总是伫即个亚洲的中间传到欧洲，啥物人？保罗啊，哦，所以这回若对我去土耳其的，就去到迄个对特罗亚，然后伫迄中间去将福音传到伫欧洲啊，哦，所以咱行过真侪所在。但是，迄个倒转来到伫以色列，上帝透过即个福音的起源地，伫遮要帮助咱啊。对欧洲敢佮传转来亚洲啊。所以今仔日我会当坐伫遮，是因为有即个约。但是如果你若拒绝，你若无愿意，你无要相信，即个救赎甲你无关系啦。所以伫遮即个救赎若甲你无关系，就无即个毋望嘛。所以如果若贵美者无即个毋望，那安尼，咱所做的礼拜就无意义啊，因为伊对未来无毋望。但是如果你若接受耶稣，你若接受耶稣的救恩，那安尼伫最后临终迄一刻，伫即个告别的时阵，咱伫地面上伫哀伤，伊伫天顶伫欢喜呢。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伫即个中间，咱做伙来读来。所以恁才会出世做外邦人的，就会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就是用手伫身躯行割礼的犹太人，叫做无受割礼的人。恁迄时甲基督无关系，
无属上帝的选民，无分伫上帝应允的名约，伫即世间无毋望无。无上帝。哦，安尼就了解啊吼，安尼就了解讲哦，无受割礼就种意思讲，若用即摆话来讲，啊，你无洗礼，你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安尼这应允的约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生的盼望，甲你有关系无？甲你的边仔讲无关系啦，所以你无毋望的。但是如果你若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若接受耶稣成做你的救主，所以在洗礼时，牧师会问三个问题啦。第一个，你有要承认接纳上帝做你的天父啊无？有无？哦。第二个，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无？哦，迄是恁咧应啊，个人哦，我想想嘛，你若想想就无啊。你要互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袂哦。那呢，迄个圣神就会感动你，继续甲你相甲同在。啊，你咧读圣经的时阵，圣神有一个工作是啥？互你想起耶稣的话，想起耶稣的话。啊，耶稣的话讲，啊，你着爱赦免人，毋通想起过日头落山的时阵，啊，你搁气噗噗，啊，迄着掉呀。那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闹日肉，不可给魔鬼怎样？留迄个土地啊，留迄个地步啊。哦，安尼你就想讲。哇！原来上帝话直接要活化咱的心，活化也是要改变咱吼。所以今仔咱透过伫即个经文内底吼，所以你也看讲，迄个时阵恁甲基督无关系啦，吼，恁无属上帝的选民嘛，所以恁无伫即上帝应允的名约内底哦，所以无关系，无毋望，无分。所以伫遮，咱要来看讲，咱要安怎正做是一个有毋望伫上帝奥妙内底，咱会通知，咱会通得到咱做会读来。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妙是偌尼丰富佮荣耀。这个奥妙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毋望。哦，所以以弗所人书第1章的第30哦，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吼，咱在基督里哦，伫基督内底，伊已经将天顶逐样属灵的福气，拢要赏赐互啥？互接受的，互承认的，互敬畏伊的人。所以伫遮，咱会通正做是一个继承者。如果你若去看马太福音起头第1章第1节，咱做来读。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咱看呢，代代相传，吼，到伫亚伯拉罕一直到伫耶稣几代，42代，42代中间，你也看，吼，这个应允的约对亚伯拉罕，搁今仔日咱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卫之约，伊要兼顾他的子子孙孙。后代，咱是信仰的后代，所以咱是信仰的继承者、继承者。所以伫这中间，甲你有分无？甲你有地带无？甲你有关联无？甲你的边仔讲有呢？有啊，但是有无是你家己决定啦。有无是你家己讲信不信由你嘛。所以你若要得到这个平安，有人想讲，牧师你替祈祷者啊，替祈祷好啊。但是问题，咱常常真好心，牧师，伊安怎，你替祈祷，我拢先想一个问题，我问一个问题，你要相信耶稣无？你若无要相信，你讲叫牧师甲伊祈祷，叫上帝福气赏赐互伊，来到伊遮，伊都无相信，伊都拒绝，安尼即个平安，即个福气会临到伊未？袂啊！所以我拢想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要互耶稣来帮助你，来祝福你啊无？所以这社区的朋友唔袂哦，按试看卖啊嘛。你家己去，当你讲口里承认哦，邀请耶稣伫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你的灵、思想、感情、意志、身体来做主的时阵，
你在喙讲好，我邀请你，迄是开放一个主权啊。所以当你开放的主权时，牧师为着恁来祝福祈祷的时阵，有效无？真有效啊！因为你愿意嘛，试看卖啊接受啊。所以关键在这里啦，你愿意无？所以你若有愿意，就享受亲像大鼻王，伊伫迄中间征战遐久，然后咱做来读来，王住伫王中，上主互伊无受死为对敌的搅扰，享受啥？太平。享受太平。所以要伫迄个时代享受太平盛世吼，无简单。大笔在位，所以上帝互伊安怎？国度四围拢平安，遐个对敌拢安怎？来甲进贡，来甲伊和好。所以伫遮，咱看耶稣留互人伫惊遐中间有啥物话，咱做下读来。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甲即世间得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所以耶稣讲即句话时阵是伫啥物时阵？伊要上十字架啊，伊要死啊！伊的学生哦，伫迄中间不安的时阵哦，耶稣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伫14章的第1节到第6节，常常伫个别的百姓拢会用到，对无？上帝的所在有天父所在有侪房间啦，所以我去要甲恁备办所在，备办好势就安怎？我预备好了，要再来怎样接你们？所以爱西公甲恁应允无？西公也无试过，要怎应？爱牧师甲恁应允无？牧师嘛袂晓应，因为我无试过，对不对？只有啥物人会当应？甲你迄边讲耶稣才会当应啦。耶稣才会当应，因为试过，伊个哇，伊赢过死亡的关系，敢毋是？所以咱若还袂信，以后拄着这个时，厝诶有这个事诶时，毋通阁加开遐钱啦。牧师甲你服侍嘛，无收钱啊，对毋对？教会出嚟听心，因为共一家人啊嘛，敢毋是？是出于上帝互咱的听，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的爱，所以透过小组、透过教会彼此来帮助啊，是因着上帝的爱啊。所以今仔耶稣互咱的平安是世间人无法度互咱的哦。所以当保罗在祝福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时，伊讲啥来？愿赐平安的主不时用各款方法亲身赐恁平安，愿主甲恁大家同在。所以这个平安有当时上帝要借着你来祝福这个伫失落平安的中间的时阵，上帝要透过你，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一个平安的管道吧。所以讲想祝你平安，安尼就好啊就都无通食，你讲愿你平安。检测你提供一顿一个便当伊就得到迄个平安。所以第二就是讲，这个平安是伫啥物人的身上？拄啊讲，你爱开放你的主权，你才会当称做上帝的囝儿哦。所以伫遮咱有可会讲，代表上帝甲伊立啥物约来？我要做恁的爸，伊要做我的囝。伊若犯罪，我要用人的管，世间人的边接毒伊。所以伫遮咱看伊，咱若是一个继承者。无怪的时阵，咱家己的囝无怪真理安怎？找啊讲嘛，这下圣经无？仗打管教安怎？让他不至于死啊！但是即马你也教看卖，讲落安怎？伊随卡医生所以即马愈来愈歹，你知影即连老爸老母要管教嘛无法度啊，真正这律法毋知安怎定会记较早
迄老师若去学校哦，啊你无入家哦，啊你犯错安怎？差不多我这个时代吼，迄老师拢摕啥？顶条啊，遐粗啦，遐粗哦。啊，阮老母拢摕遐幼的哦，迄啥？手锤啊，恁有经验吼哦，所以若听着讲念的，互你食锤仔鸡安怎？食锤仔鸡炒肉丝，啊，你就知影讲要碟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兄弟姊妹哦，你若称做上帝的囝儿，伊会安怎？会甲你管教，伫你做毋对的时阵哦，啊你若好吼，伊就诚做你的帮衬，诚做你的祝福的源头。所以伫遮，啥物人会通诚做上帝的囝儿？做伙读来。遐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诚做上帝的囝儿哦。接纳伊啦，所以当遮的社会朋友，哎，我邀请耶稣吼帮助我、祝福我，恁就预备哦，准备要诚做上帝的这个祝福的囝儿哦。所以我甲兄弟姊妹，你若要洗礼，你就诚做公主，你知无？公主的身份、王子的身份哦。所以你的老爸是第一代的，啥物人敢伫遮来甲你教育？这灵界啊，看到哦，你啥物人的囝，伊就毋敢甲你教育，伊毋敢甲你当、甲你吸。所以哦，你要知影你的身份是啥物啊？你若知影你是一个继承者，人要讲拍狗嘛爱看啥？哦，啊拍人嘛爱看伊背后迄个是你有啥物目具，有啥物后代无？咱来做下读来，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作证。讲咱是上帝的囝儿，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哦，那安尼呢？咱是一个继承人，因为你做一个动作。耶稣，我接受你，讲做我生命救主。上帝，我承认你是我的天父，圣神，你正做我的保惠师。当你做这个宣告、做这个立约的时阵，这个上帝透过亚伯拉罕、透过大卫应允的约，透过基督的应允，要临到伫啥物人？要临到伫你，临到伫我，临到伫囡仔开喙，要直接来邀请接受伊的人。遐尼简单啊！毋是你做偌一个好事讲着，你有即个身份，你有即个诚做继承人，即个家业，即个产业，啥物人诶？就诚做你诶啊，敢毋是？你就当承受啊。有一天哦，当你上帝收回那一口生命的气息的时候，你回到哪里？回到天家。耶稣的应允讲：“我去甲你避办所在，避办好势，我就要甲你接你倒转去。”这个应许都有效。那安尼你就毋免去烦恼。昨我有讲哦，无想到讲，哎，迄个伫隔壁迄个堂哦，迄栋别庄偌济钱？我讲若3房2厅加早干加迄落差不多25000。但是昨迄个苏金长老有铺吼，迄相片铺出来，哎，内底佫有电梯，安尼可能较贵。所以即摆人真巧咧，这做到迄别庄吼，透天佫有电梯安尼啦安尼顶悬3楼佫有早间安尼安尼可能较贵安尼不过咱毋免，你知无？咱做下读讲，为啥毋免？来，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啥物叫永远？就对即时一直到永恒，一直到上帝遐啦。所以咱诚做一个永远的继承人。啥物人是永远的继承人？拄仔我有讲到，咱做来看圣经安怎读，安怎记载来。恁有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已经称基督，有伊的活命，安尼无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奴隶还是自由的，查甫人还是查某人，
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正做一体。恁既然属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哦，安尼咱做外邦人，咱有分无？咱有分呢？有分是因为啥？顶悬迄啥？领受啥？洗礼啊！因为透过领受洗礼，你甲啥物人结连？基督啊！你甲耶稣基督结连，甲伊成做一体，然后咧，伫内面成做一体，才会应允，是毋是你有分？是毋是你有平安？是毋是你有毋望？哦，所以若伫迄个个人录了的时阵，哇，伊是一个有毋望的人，但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我信伫基督内面的应允的用嘛，迄是我啊。你的祖先信主，迄是伊啊。上帝有囝安怎？无孙啊。你咧食，恁的士大人会饱袂？袂饱啊！士大人食，你会饱袂？袂饱啊！除非你家己食，除非你家己接受。即个应允的约，讲透过你要领受，你要成做继承人，你若无承认，你若无邀请耶稣，你若无洗礼归伊的名，那安尼呢？到天国的海关安怎？动起来全回。倒转去，啊！要去倒，唔知。圣经讲啦，可能伫迄个硫磺火湖。你要吗？你要成为应许的子民吗？你要成为继承人吗？我们一起站立。要是你要，其他人要不要？每一个人可以有决定哦。每一个人拢会通家决定哦。讲我袂，我要成做这恩典白白予我的迄位吼继承者哦。来，手接下来。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兄弟姊妹，你要得到，就是爱相信；你要相信，就是爱好好啊信哦，完全的相信哦。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廉价，是重价，但是是白白要予人。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知影你是恩典的主，你要将你的恩典白白赏赐予人。
只要心来相信，嘴承认，因就要得到。愿主祝福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正做伫基督应允内底的假承认。愿主祝福阮，用信心来到你救恩宝座前，要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你的救赎，有份伫永活的盼望。听阮伫你面前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